讲到中正纪念堂的国军机队，今仔日是头一天刷去民主大道进行训练演习，甲这44年来伫大厅徛卫兵，还有交接任务正式结束。另外，今仔日嘛是改检纪念日37周年，总统赖清德和行政院长杜永泰也做伙去到国家档案局视察这政治档案公开情形，希望会当公开更较侪资料来了解到历史的真相。结束44年中正纪念堂大厅徛哨甲交接，国军机队第一摆行出来，伫民主大道顶悬进行训练演习，吸引真侪游客来看。伫大日头下，国军机队游园展现流量操穿行步整齐。为落实转型正义任务，文化部甲国防部决定更改机队操演的方式，来企图维权甲个人崇拜。按过民众看法无同。当然，不要那么权威是好事啊。因为毕竟这个要已经改自由广场很久了嘛。太阳那么大，民众在那里，你想可想而知啊。难道要有人晕倒了或者发生什么事情才会重视吗？15都是改严纪念日37周年，总统赖清德甲行政长杜永泰到阵去国家档案局巡视政治档案公开情形。赖总统感慨表示，台湾经过38年的戒严，互真侪人受到侮辱迫害，所以宣示三大方向，要求档案局化被动为主动，除了监察国安法律人权的资料以外，拢该公开，甲各单位送交的档案明照原因，加倍重要的资讯。跟极权主义站在一起的人，企图想要把国家带往过去。我希望国家档案局的资料供给国人能够来了解，凝聚国人的力量，大家一起往前走。赖总统参观档案库房，了解自治办事件相关的资料，甲戒严、改别档案，还有戒严时期的禁歌、禁册列表，其中出现金庸的小说，让伊特别有兴趣。《射雕英雄传》，他当年也是禁书，降龙18掌，何日君再来都被禁了，也被禁了。强调幸福人民公道公布真相，甲表彰民主运动真实公正，政府有责任。赖总统也呼吁国人定定去档案局来参访，透过历史资料了解真相。记者综合报道。